哎呦，大知府嘛，金发人的男子。哎呦，今朝休息完，阿当来出去晒晒了。先陪我去办张正经事体。东大街玉溪黄金，哎呦，真去啥为玉溪个家？可是不现在在，我这个戒指很老了，能不能帮我做一个新式一点的？可以的呀，就选这个哈。一直想啥？你结婚个高处啊？阿是到哪里毛个家？不是你毛嘛，少年毛家。啊，你结婚辰光都来了放毛家？我一样没给。咁么你哪个来结婚个家？我140斤，实在没人演。咁么现在你生下来是搞那样不毛家？阿是结子婚会的毛高子了，四周4万18的，已经说爱你1万年。别死眼泪。我是那个啥音乐还光去呢？哎，你来到多少？那个结婚告诉马上没在，也用他怎样也再过来看看。不管那还是来到哪里，爱情的见证。哎呦，你两个问出来直接会做事情了吧？哎，你来看来，那个结婚告诉啊。今年我出门那时候还向南路上工作啊。你到那样的了，上去我就来后面到那些玩。没，哎呀，没得别气死的。你哪动过啊？咦，金光闪闪。这是另外一个客户做的手镯。哎，这么小，怎么伸得进去啊？看来你是分大高手有关，我帮你讲。哎，你打打看啊，爬得出来，非爬不出来啊！哦，不来，这次也是没福气。戒指是不是快好了？快了，打磨一下。哎，我跟你讲呢，一个冰箱抢么子随便吃个呀。你哪晓得？这两个人家当我讲一样，打击拍嘞。你哪当我想的一样的啦？看我30年了，你是我。哎呦，差不多了哇。现在还不够傻，等一下让它变得更傻。哟，怎么样？一拍明问哇，哎呦，是个新婚哇。你是我开心的呀！当年原来找比啥不能比，那原来是个打着真功，一只手头也蛮灵的呢。因为那个种轮廓的，哎，说是这个光特别集中，高子还变心，男人不还变心，那个人生活。